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案例，是增加5例带病入境哦。指挥中心嘛公布，对12月14到明年2月14会有另外过年的防疫措施。美国昨宣布讲，要佮送咱150万吨的莫德纳这批疫苗，伫下晡电话嘛已经送来到台湾咯，会提供第14期至第2档的民众来注射。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没有本土病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境外移入有5例，我们还是维持居家检疫14天，7天自主健康管理的这个部分都不变的状况下，那怎么来做进行？那第一个是重点高风险国家，那维持还是入住集中检疫场所14天的这个规范。那目前重点高风险国家是印度、英国跟缅甸3个国家，其他的国家入境的呢，我们会采取几个部分。第一个是前面的10天，你要住防疫旅宿，或是自费入住集中检疫场所。那后面的4天，你可以搭防疫计程车返回住家，继续进行检疫的措施。那回家之后呢，必须是以1人1户为原则。那这个如果要1人1室的话呢，就是同住的家人都已经打满2剂。目前规划到第14期，就是主要在这个部分先以莫德纳第2剂，也就是说第1剂接种满10周的部分先规划。美国伫6月份有关250万吨的莫德纳预防射予咱台湾，昨美国佮宣布讲要佮捐150万吨的莫德纳予咱。咱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嘛去机场送机，向美国说多谢。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伫面册感谢哦。这批预防射伫下晡1点43分已经送到桃园机场咯。31自美国肯塔基州出发的华航飞机，顶头载着美国送予台湾的150万剂莫德纳疫苗。行政院长苏贞昌伫 FB 公布这段影片，感谢美国国送台湾疫苗，并且讲台美伫个激战中互相斗相共，这就是真朋友真正典。自美国代表萧美琴也到机场送机，伊到联邦政府特约仓库签收，并且参观疫苗长途配送的作业。伫咧零下负20度的极低温冷冻仓库，连白白拢会结霜。伊感谢美国人民对台湾的支持甲爱心。第2批150万剂莫德纳疫苗今仔日到台湾，国家进前美国政府已经捐予台湾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总共有400万剂。美国在台协会 AIT 讲，这款疫苗的捐赠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台湾是美国重视的伙伴，甲会当信任的朋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内有一个富人人，伊第1档的 AZ 疫苗注射，才发现讲家己有新哦。最近准备要注第2档，伊想讲要第2档要注莫德纳，也毋过指挥中心是未开放，会当注无共牌子的疫苗。有医师是认为哦，其实注疫苗了后，发现家己有新，其实嘛毋免伤过紧张。国内有新的富人人主要是注莫德纳疫苗，不过有一个准妈妈伫注完第1期 AZ 疫苗了后，才发现家己有新，希望第2期会用注莫德纳。不过指挥中心最近已经公告，暂时无要开放已经有新的富人人注2期无共款牌子的疫苗。有医师也认为，若是注 AZ 才发现家己有新，毋免伤过紧张。怀孕其实目前虽然没有数据，不过我觉得这个顾虑也不大了，因为那些腺病毒呢，主要是在它的肺部，还有在它的淋巴组织里面产生一些蛋白质而已，那这个除非这个人产生腺病毒的血栓，那个几率其实大概就10万分之1，那不然的话呢，它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校园内底学生已经陆续注 BNT 疫苗，注完不良反应可能出现酸痛、发烧，上烦恼的有关是引发心肌炎。有医师指出，台湾学生统计来看几率真低，若有病毒进入校园，学生无免疫力可能会造成大规模感染，所以医院建议学生爱注疫苗。以12岁到17岁的年龄层来讲，总共有130万个小朋友左右。如果照这样的比例算起来，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几十个 case 的。
疾管署这边统计出来有15个打完第1剂之后发生了心肌炎，所以在这样的考量下，那时候还是建议可以考虑施打。世界卫生组织 WHO 甲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拢警告，今年是反圣婴现象，烦恼冬天会搁较寒，可能互病毒搁较活泼。尤其国内流感疫苗注射率无悬，秋冬疫情也对咧紧张，面临新冠疫苗甲流感双流行，医生呼吁民众爱赶紧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前外交部长欧鸿仁传出破病过身的消息，国民党内部有真侪管道拢证实讲，欧鸿仁伫2个月前因为癌症住院，最近过身了，享受81岁。欧鸿仁捌讲过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是亲像咱台湾遮尔辛苦。伫45档的外交经验中拢是伫真困难的环境中来完成政府交办的工作。欧鸿仁伫马政府执政的时期，2008年的5月份到2009年的9月份，做过外交部长，是咱国第一位拉丁美洲通、西班牙语系出身的外交部长。伊伫任内推动外路外交甲外交收兵，也毋过伫2009年8月份莫拉克洪灾的时阵，外交部方积极讲伫第一时间拒绝国际的援助，欧鸿仁嘛辞职落台。再来看一个番内地的民间人民，今仔是到监察院定情，指控蔡英文政府的政策损害着民众的健康，请求监察委员爱调查。为什么现在换了位置，换了政府？以前不行，以前抗议成这个样子，现在换了政府，大家都可以吃有毒的猪哦。今天吃猪。我觉得这叫做自杀性行为。从财政部关务署的进出口海关统计，以及卫福部的这个猪肉仪表板上面，我们去把今年7月跟8月的数字做了一个统整。我们发现一件事情，7月、8月这2个资料的数据居然是对不起来的。如果扣除掉有疑虑的2个货号，这2个数字还是对不起来，那到底是为什么？这些猪肉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大家又吃下肚了？这个人民质疑讲，开放有三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已经10个月了，也毋过相关的资讯拢无真正公开透明，检验也亲像无啥到，因要求监察委员应该爱好好调查。再来看12月184大公投国民党开始伫全台湾的街头宣讲，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讲，伊家己会去离岛，卖家己来参加公投案的电视发表会。中选会是按说要伫11月13到12月11来办5场的电视意见发表会，行政院卖派代表参加。公投大家庭，公投大家庭，台湾谢谢你，台湾谢谢你。因前4项公投，国民党启动全台宣讲，宣传政车会一路直接驶到屏东，要为屏东的街仔路出发，行遍全台湾。党主席朱立伦指出，公投是民众的权利，无论是本岛也是外岛，国民党要共同代表全民发出声音。伊唔但要亲身去外岛，嘛会亲身出席公投案的电视意见发表会。本身包括江主席、或周部长，包括赵少康董事长，还有很多民意代表，大家都会一起来。我们大家代表民意来发声，让大家很清楚，这是民生的议题，这是对民进党执政不利民众要求重视民生议题的一个反弹。4项公投案敢要辩论，正方甲反方拢无共识。中选会按算伫11月13到12月11要办5场的电视意见发表会。国民党唔但是朱立伦，前党主席江启臣、立委林维洲等人，拢会轮流出席，行政院嘛派代表来应战。行政院是反方，行政院会依法推出相关的代表，去参加这一个意见发表会，来论述跟表达政院的政策立场。电视意见发表会相关流程，也有双方代表等指示，中选会会伫11月初5对外公布。虽然毋是辩论会，但是正方甲反方的代表连连发言，按算会各有攻防，要争取上大民意的支持。记者郭灿特别有台北报道。国内油价连续5礼拜起价，相关的物价嘛一直在起哦。台湾港务通会碰撞的问题，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今仔日立法院是表示讲，咱国内目前是无这个问题。最近物件起价哦，是因为能源嘛起价，这是暂时的现象。
另外，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表示讲，国内农产品的价销真稳定，猪肉海鲜的价销嘛无啥物变动。国际油价一直起，国内汽柴油价销也已经连续起5礼拜，加上全球物价也一直抢悬，也互大家关心国内是不是有通货膨胀的问题。早起，央行总裁严金龙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物价起价是暂时性，国内目前无通货膨胀的问题。主要是能源嘛，主要是能源哈，我们的通膨率非常稳。杨金龙表示，台湾膨胀率升悬，甲油价起价有关系。确实以9五无烟气油来看，为2019年的原点每公升30.23块，降到去年18.53块，今年佫起到30.13块。其实价销甲去年差不多济。国际机构是预测，明年国际油价应该用为即卖85块美金，登去到75块美金，所以国内膨胀率应该无继续升悬的问题。另外，市场预期美国联准会会提早到明年7月升息，台湾是不是要升息的可能？杨金龙讲，台湾升息有3条件。现在新的预测，美国可能7月就升息。那我要请教你，我们大约什么时候会升息？我想呢，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你的物价上涨率的未来的展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要看看就是说周遭这些主要国家的一个升息的情况。因为最主要的就是主要国家的升息呢，会引起资金的移动。第三个呢，也要看看我们纾困振兴的情况是怎么样。另外，进行主计总处公布9月物价指数起的幅度有2.63%，创近9年的新高。外界烦恼农产品部分是不是也慢慢起价？这一次有关可能的通膨对我们所有的农产品价格影响，米的价格绝对非常稳定。那我们现在进入冬天，是我们蔬菜的这样的一个盛产期，也绝对没问题。陈吉仲表示，为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了后，为求稳定国内强型消费者农产品，操到每个月农历盘点，较关心的是畜产甲农产，猪肉拢伫青田区，即卖批发价销7500块左右，肉鸡啊、土鸡啊批发市场，这个月也真稳定，鸡卵也是。记者综合报道。明年的基本工资要起，政府初步规划讲，业者伫今年的11月份、12月份营收比去年同期减少15%，会当申请每一个员工月薪的补贴1000块，时薪补贴560块。也毋过去年底并不是疫情影响上大的时阵所以工商团体无法度接受。劳动部佮经济部嘛表示会佮来调整。牛奶糕甲倒入去红茶内底拉拉咧，这款柑仔色的泰式奶茶，最近伫台湾正时行，嘛来拍入手续饮料市场。而且有业者在趁这个疫情的时阵，租金有较俗，因趁这个时阵，伫今年10月伫补习班街来开业，嘛有杀出5倍更的优待。它这个原本1杯65嘛，现在变成是4杯只要200块钱。对，然后我昨天吃到饱也是便宜了大概500块一个人，就觉得哇差好多拿5倍券。对。即摆疫情已经较松透餐饮业嘛有较花鸟的现象。不过明年基本工资有调较悬，这对做小生意的人来讲，加减是一款经营的压力。劳动部和经济部补贴的方案初步是甲规划讲，明年会当对受到算长的业者甲补贴半年的薪资。月薪制这款劳工，因一人补贴1000，也若是时薪制，就是一人补贴560。假使若是今年11、12月营收，若是讲比去年同期有摊退15%，安尼就会当来申请。不过，伫顶礼拜和工商团体甲经济部开会的时阵，对这个补贴的额度是有意见。基本上对于定额补贴的金额，大家有共识了哈。那现在就是那个减少营收的那个比例。好，那还有包括说比较的基期哈，他们有些是希望往前呐哈，往前，那有些大概也会有再有一些想法。基本工资调整也是会有压力，因为劳动部它那个条件是要以前一年的标准，可是我们前一年，因为我们刚开业的话标准就不会到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去申请补助。伫个今年才开业的雇主，恐惊嘛无符合这个申请的资格。也若对谈退的程度、营收比较的时机点，业者拢还佫有无同的意见。劳动部表示讲，经济部还佫会和工商团体来讨论，正式定案了后，才会对外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
健保快易通的 App 有超过700万人使用。健保署最近嘛接到民众的检举，讲因家若注疫苗并无看病，也毋过病院诊所却亲像有去申请健保哦。调查嘛发现讲，对去年的10月份到今年的9月份，开始有加保超过1亿2千万的健保费。健保署嘛伫10月的时阵开放病院诊所，先家己来承认，到当有409间诊所有回报，回收将近4000万的健保费。未少人伫大爱附近医疗院所做新冠疫苗，不过健保署最近接到民众检举，这组疫苗无看病，却伫健保快易通 App 内底健康小铺发现院所申报诊疗给付记录。所以健保署10月发函予医疗工协会开放自称，到即马已经409间回报，约回3976万。民众只是单纯的去施打疫苗，但是他却另外的有一笔，例如说腮腺炎啊，或者是咽喉炎等等的疾病来争取相关的一些医疗的费用。健保署表示，依照健保法规定，注有方式毋是健保给付范围，指挥中心另外有提供院所疫苗注射处置费用。若无其他疾病看医生，院所免另外向健保申请给付。不过为去年1月到今年9月，院所申报不实用态。包含无看医生的数字有93件，自费健检煞被申报就医有35件，申报慢性病连续处方签诊疗费有11件，总共虚报超过1亿2千万。许多民众在打预防针的同时呢，常常会问一大堆的健康问题，或者是他身上有哪些疾病的问题，或许没有开药而已。那这样算不算是一种医疗行为？健保署强调，院所自称约汇款项对使，其他无自称回报。若后续互行政调查确认违规，会看政治轻重停止，或者是终止健保合约，各处罚虚报金额2倍到10倍，同时以上检调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最近 BNT 疫苗伫学校的注射，也毋过所传出讲台北市有一间高中一个查某学生笑一个查甫同学毋敢注疫苗，结果互这个同学拍着伤。后来这个查某同学是有回失的哦。未来学校嘛讲会来加强宣导，尊重个人注疫苗的意愿。这个男生他之前去看诊，那医生是讲说，因为他淋巴肿大，所以暂时先不要打疫苗会比较安全。然后就当下那个女生就对男生有点类似嘲讽的方式，就是直接讲说啊，你长肿瘤不能打。那男生听到就很生气，就会觉得说他心理上他是自己表达，就是说他已经不能打了，然后你还要嘲笑我。我们教育局之前也制作了一些尊重个人施打意愿的相关的 EDM， 那我们也请学校要再向学生进行更多层次的宣导，然后尊重每个人施打疫苗的意愿。那我们辅咨中心呢，也会协助学校进行相关的辅导措施，让2位学生能够有一个和好的一个状态。这个查某学生的妈妈是质疑讲校安通报有空芳哦，因为伫第一时间只有这个查甫学生的家长有收到通知，学校是表示讲这是因为这个查某同学是希望学校先莫通知伊的妈妈，嘛因为这个查甫同学的情绪无介稳定，才会先通知家长来学校，嘛有随通知这个查某学生的爸爸来学校哦。目前这个查某同学已经恢复健康了，2个学生嘛拢有正常的上课了。继续看高雄的新上国小，今仔开始试办学生囡仔伫8点之前到学校的方案。事前的调查是有65个家长拢同意，学生提早来学校，嘛拢有老师伫个，所以嘛毋免上烦恼。学校嘛强调讲本地摒扫的时间是对7点25分开始哦，晚到学校只是来减少摒扫的时间，课程并无受到影响。上午8点之前，学生慢慢来进入学校，这是过去罕得看的状况。在1月1号开始，伫高雄新上国小是合情合理，因为因上课时间为过去7点25分到7点40分，延后20分钟，等于上午会当8点到学校。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可以多睡5分钟。早上就是可以多睡一点啊，因为有些家长还有其他小孩啊，所以在的时间就不一样啊。睡比较晚起来，小孩都会觉得很匆忙，想说要赶快换衣服、吃早餐，然后背上书包走出去。他只要晚个1-2分钟，小孩其实都很焦躁，就会觉得说他快迟到了。
学校表示，过去学生到学校的时阵，定有袂赴食早顿，也是雄雄公公的状况，才想要试班，互因延后上课的时间，互因会当困到饱嘛，免遮尔赶。伫咧要试班进前，嘛问过家长，讨论1个月过，6成5的家长同意，才伫咧1号来试班。就算学生也是需要提早到学校，校园内底依然有专门的教室甲所在当安置，嘛有老师来看。我们缩减了早晨这个清洁打扫跟导师时间，让他做比较有效率的运用。那孩子如果说早到的话，我们也会给他做集中的一个安置。学校表示，学生延后20分上课是缩短因摒扫的时间，袂影响到正规的课程，嘛会强化着校园电子监视安全甲学校的巡视，维护着校园的安全。会先试办2个月，伫咧学期的尾声还来评估，来看状况调整。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各样报道。来看一台货车将驶经过台北市民高架道路，车顶的安全套无包好，有20包落来路里是真危险哦。警方嘛赶紧到现场来处理，管制交通。这台货车上侪是会当罚18000块。车辆煞咧通过，就伫这个时阵，画面倒边有一台货车开过，有几啊包毋知什么物件对这个车后斗落落来，现场阴碰碰。这个落落来地点，就伫咧高架桥顶，会使讲是真危险。约有20包的水泥散落于车道上，影响行车安全。员警见状，立即将水泥包搬运至路肩，并通报环保局到场清除。差不多有20包安毛土落伫咧车道顶缘，这个代志就发生伫咧顶个月30日。警方表示讲，货车经过台北市民高架复兴北路往西的路段，驾驶讲因为这个水泥绑无好势，才会致使安尼沿路落。警方毛调影像来看，有找到违规的货车会来甲开红单。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1项2款规定，可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加在迄当阵，后壁车辆无对上我，才无发生较危险的代志。警方嘛提醒讲，驾驶若要载物件，这货物就要甲绑个好势，因为若是造成事故，毋若讲会去互人开红单，还佫会去影响到别人驶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高雄的爱河边啊，仁爱河滨商城是有40栋历史的旧社区咯，才阁有海沙厝的争议哦。结果甲大楼的状况拢真歹。顶个月吉底哦，鉴定嘛发现讲，面对地动顶状况哦，嘛有问题。所以市政府决定讲，社区要来先以危险的程度分3区来强制拆除。讲过1个月内会先来拆头一批哦，市政府嘛协助民众来细厝安置。高山河边里活动中心，初一日头早就来一阵想要睡厝的民众，伊是附近老社区仁爱河滨商城的住户，因为社区地下室天棚佮有条啊酸断甲真严重，互鉴定讲有问题佮真危险，要赶紧拆掉。为着安全，高雄市政府决定赶紧多次更新，强制拆除。依照市场指引，马上成立了这个地方的都更租赁服务站。那这个地方可以就近立即服务这个需要协助的搬迁的这个居民。市府甲社区按照危险的程度分做3区，地下室结构酸断甲上严重，是上危险的第1区。会伫公告了后的1个月强制拆掉，按算会有125户受到影响。不过真侪人拢住10栋20栋啊，临时互通知讲爱搬走，拢感觉实在是伤赶。太急促了啦，哎呀，没有时间准备，有公司有小孩子，他的学籍在哪里？啊，有你安尼大的危险嘛，危险啊！啊，所以尽量因啦，人政府就要赶倒3天啊，按着尽量。社中社会议，好真侪住户拢心惊吓，加上社区本地就有意愿家己办多次更新，虽然讲时间真赶，也愿意配合来拼进度。都花叫业找来租赁工会等等的单位伫附近驻点，协助安置住户，也按算办理搬厝的说明会，希望上紧明年就当开始社区的多次更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彰化县的警方哦，为着要防止诈骗，今年的7月份开始要求分局爱加强甲银行的关系。也毋过传出讲，因要求警察一个人负责一间银行，佮爱甲银行员工加来哦，逐工拢爱联络做宣导，互基层的警察真不满哦。也毋过彰化县的警方是表示讲，袂去占用着警察私人的时间，办法卖过来做调整。民众接到电话，按算要甲股票换做现金准备汇款，金额有1000多万。警察甲银行的行员一直苦劝，才阻止伊汇款的想法。
他说这个是台北市警察局的电话。中华警方为着防堵诈骗，对今年7月开始成立金融机构的专职联络机制，用特勤的区域来分负责范围，号做金勤区。若是讲有拄到诈骗的情形，就需透过群组来通报，互员警会当赶紧去阻挡。但是即马所传出讲，员警阁会加入银行行员私人的 LINE， 逐工做90秒的电话宣导，互基站的员警真不满。本人以及本所员警均未因为有缺失的部分而遭受到上级长官的处分。报告的部分是我们希望说借由讨论的方式，让我们整个男主的工作可以让我们的经验更加的丰富。有员警伫咧网络顶管怨讲，烦恼会引起骚扰也是强迫的感觉。若是讲阻止诈骗无成功，阁会追究员警的责任，甚至阁会甲银行的行员做伙开会检讨。中华警方强调讲，成立金勤区的用意是要加强甲金融单位的联络，未强制要求宣导。我们只有处罚首长，那首长后来成功了之后，首长的嘉奖都记不完了。行员他能够有你的私赖，能够直接用电话赖给你的话，他发现诈骗直接就可以打电话给你。中华警方提出数据，今年1月到10月，阻止诈骗成功的有528件。去年的同期敢若132件成功，另外今年所动落来金额有换近2亿，去年的同期是2000多万。金勤区设立了后，互诈骗的案件减真多，但是警方表示会看情形调整勤务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澳洲，伫11月初1开始海外公民只要有注册疫苗入境就唔免隔离，这嘛是发生疫情以来澳洲头一届来放任边境的管制另外，澳洲对隔壁国家纽西兰嘛是有放任，有注册疫苗旅客入境嘛唔免隔离。这位澳洲公民踏入国门了后，到分开年外家属南做伙，11月初1伫雪梨机场，因为政府防疫禁令被拒绝伫国门以外，澳洲公民总算会回去。It's been way too late. The rest of the world's opened up. I'm fully vaccinated. I've been vaccinated for months now. Like I'm an Australian citizen. And I haven't been able to go back into my own country, and I've been able to travel to every other country except Australia. And I haven't seen my dad in 2 years, and now he's very, very sick. So it's like appalling how Australia has treated us. 澳洲实施的新冠病毒边境防疫政策，应讲是世界上上严格。18个月以来，只有少部分得到批准的海外公民应回国。根據政府資料，如今有4.7萬海外公民應免受限制。A little bit scary and exciting. I've come home to see my mum because she's not well. How long have you been away? 2 years. 在透早6點，澳洲上大澳洲航空一架為美國洛杉磯起飛班機到雪梨機場，這是這公司數個月以來第一擺，讓完整注疫苗澳洲公民落飛機入境了後免過隔離。To be able to come home without having to go to quarantine is huge. 旅行限制的放任，甲疫苗注射率一直提悬有關係。澳洲人口上濟，新南威爾斯省、維多利亞省甲首都坎培拉地區，16歲以上人口超過8成完整注疫苗。這也是當局最初宣布放任基本要件。如今這地區數百萬居民已經應自由出入境。另外，澳洲目前只接受鄰國紐西蘭旅客入境，不過是愛注過疫苗的人才會使完整注疫苗應免隔離。公司新聞黃雲玲報道。G20的國家峰會將在意大利的羅馬結束了，各國的頭人攏認同講全球的溫度升懸上好是愛控制伫1度半以內，也毋過偏好是偏好伫公報內底煞無白紙黑字寫好清楚。在今年年底進前，這檔燒煤發電的資金，努力將全球暖化控制在咧比工業化進程加攝氏1.5度的範圍內。這是G20集團領導人在咧會議結束時陣達成的氣候協議。不過公報內面無具體行動文字，也無寫停止燒煤的期限。也就是講，雖然有協議，也毋過無堅定的承諾。有人想講，所落來要在咧蘇格蘭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第26遍的會議，敢會有效果？英國首相強生講，這邊峰會若失敗，大家攏輸。Just 12 G20 members have committed to reach net zero by 2050 or earlier. Barely half of us have submitted improved plans for how we will cut carbon emissions since the Paris summit in 2015. And we've also failed to meet our commitments to provide $100 billion a year to suppor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grow in a clean and sustainable way. The countries most responsible for historic and present-day emissions are not yet doing their fair share of the work. Si è parlato molto del fatto che i paesi del G20 non erano vicini a raggiungere questo obiettivo. In realtà sono molto vicini a raggiungere questo obiettivo, siamo intorno agli 82-83 miliardi. 集團成員嘅領導人第一遍承認，每一個國家家己制定嘅國家自定貢獻減排計劃，將喺喺未來10年內確定好，才有法度喺2050年實現淨零碳排。中國、俄羅斯甲澳洲是反對淘汰燒煤。美國總統拜登對中國、俄羅斯無親自參加討論表示失望。會議也第一遍認定，台灣對氣候變遷有重大影響。美國甲歐盟正在進行全世界台灣承諾，希望未來10年甲台灣嘅排放量減少30%。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過來新聞來看，過去桃園市有342公頃污染的農地有列管大約是佔全國的3成。92年開始整治，攏總是開9億7千萬，今年已經完大部分攏改善完成了，有一寡田嘛已經開始種植了。水圳內水一直流，農田也種各種的菜，農田再度恢復生機，農民面上露出滿意的笑容。過去桃園市列管污染農地342公頃，佔全國3成。92年起開始整治，攏總開9.7億，總算佇今年全部改善完成。伊若有插牌啊，咱就袂使報，攏無種，迄污染攏怎啊放佇啊，像安尼放佇啊有發臭安尼啊，然後我就使報產啊你。早期雜草拖西爬遠的污染農田，即馬已經幾個所在復耕，農民笑咧講水質甲生態變好，又閣會當安心耕作啊。環保局表示，早期灌排無分離，造成農業和工業廢水污染，未來有關會定期執行土壤採樣甲檢測工作。整治之後，我們必須要再避免農地再被污染。那我們有透過農地的預警計劃、灌排的分離，還有一些避免工業廢水進入打排的情形。環保局今年特別向環保署爭取桃園市農地污染源有風管理計劃，將對高污染異類的圳路進行24點鐘自動連續水質監測，佮規劃會當做的污染防治策略。也是協助農田水利署評估適合的替代水源，杜絕工廠非法排放甲有害農田再次遭受污染。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雲林有真濟所在，攏會互烏白等一寡農業的本色。雲林縣的環保局最近就佇虎尾佮大溪這兩個所在，會當來回收這個本色哦。農民先預約本色車，會當免費來倒沙港載本色去等。大網仔菜園若是拄上風颱，菜網仔定被強風吹歹去，但因為這屬於農廢物，真濟鄉鎮的真濟隊攏無回收，互農民無法度去化。有部分的農民凊彩再去偏僻的所在亂拼，甚至個農民直接將廢棄的農膜也是廢網仔燒掉，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影響民眾生活品質。等若人無看會則燒，伊嘛毋敢互看到。但我是有聽人講，我下都囥咧，我都請囥咧。等若有機會，咱則摕來拼。就是拢愛清入去糞掃場，較清氣啦。為了要協助農民解決農業廢棄物氣化問題，雲林縣環保局選好為衛生掩埋場，和大溪蛤蟆佔地區兩處，設置農廢物回收再利用場，農民會當透過預約方式，1個月免費清運一屆。農民朋友如果說產生像一些農業廢棄物，那目前我們先限定在一些農膜、防蟲網跟遮光網這幾個項目來做集中的一個處理。那農民朋友如果有需要的時候，先來採電話預約。環保局表示，農民提出農廢物清運回收進程，需要先將農膜還是地膜底面的沙土還是雜物先清掉整理擺好，環保局就會派員回收，剛好每盒再利用廠商將回收的農廢物循環再利用，以減少烏白凍還是烏白燒的污染事件。記者為您報道。再來看南投中山公園的水池啊，最近發現一種外來種的細隻龍蝦，公所是先用掠的哦，後來有民間團體家己就出錢買1000隻毛蝦，放落去水池內底，要來食這細隻的龍蝦仔囝哦，望講會當來恢復水池的生態。疫情漸漸轉好，民眾也開始到戶外行踏。
南投中山公园的水池最近特别搁再将水池的水流互满，按算要来试验里，所发现水池内底有外来种的细只龙虾，惊影响生态，公所赶紧用虾人来抓。经过我们测试啊，我们放了几天的笼子，大概就小龙虾大幅的减少啊，整下只剩下1-2只。结果没想到是鹿茸社呢，他们也非常有爱心，他们在那边呢放了很多的毛蟹。为着避免生态受害，由民间团体斗3工放1000只的毛蟹伫水池内，希望透过毛蟹来食细只龙虾仔囝，数量会当愈来愈少。淡水小龙虾它没有什么天敌，除了鲈鳗。它的天敌就是毛蟹了。公园那么多小孩子运动的人，我们也要让他看到我们台湾以后的好生态嘛。对，所以这外来种东西，市长有机会要呼吁一下，不要乱放生、乱弃养。台湾一寡所在才袂有这款外来种的细只龙虾，大部分若像是有人学白蛋戏杀。不过，这外来种会攻击台湾在种的生物，影响咱的生态环境。民间团体也呼吁大家唔通凊彩放杀，共同保护大自然。记者综合报道。伫古早，老大人拢会用黄目纸来做清洁用品哦，环保佮袂伤害自然的环境。秋天的时哦，加这黄目纸哦收落来拍好打，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树尾顶结一粒一粒的树籽，这毋是冷硬哦，这是黄目纸。但你入手了后，黄目纸差不多7岁分熟的时阵，就会当开始采收。咱这来咧反黄啊，就是会当采收啊，这拍好打，因为这头仔离咧气温，你要看到10分拢落了去安尼。所以头仔离咧气温到8分上拄好，打起来先拍好打，拍好放好放，了阮再用机来把这壳刻起来安尼。农民王国英表示，黄目纸爱拍好打，甲外壳烫落来了后，这外壳才会当做清洁剂的原料。伫古早时代，也别有雪纹，拢用这来代替雪纹，利用天然食物做清洁剂，也是老祖先的智慧。因为这和一般农产品无同，咱农产品画就爱随卖嘛，但这一拍好打会当放足久，也好处理好安尼。即马咱国内有甲黄目纸结合生物科技的技术，研发更较环保的清洁用品。即款物件甚至会当外销对美国、日本、越南、香港一寡国家。一粒细细粒的黄目纸也会当替传统产业开创新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屏东的东港，有一位专门帮新民设计青菜工艺师洪金刷，伊做新民帽啊将近50档咯，伊嘛已经把技术传予伊的后生。少年辈嘛家己创立品牌，佮加入观光的概念，帮讲互这款古早的功夫哦，会当有新的发展。你有这3个模棒。详细了解这个特别的生命法器，去感觉设计拢真有路。根据无同生命的个性，做出无同形体的生命帽甲法器，逐步都爱照步来，袂使凊彩。艺术洪金山讲，这唔乃爱拍拼轻学，上重要嘛是要有虔诚的心。做这个神明帽，几阮东港吼，甲这个庙会这有牵扯到关系，因为阮这个庙有多，拄好是阮这个东港吼。譬如讲青色要定做任何的鸡丝头啊，都会咱来结合阮东港的这个庙会，这讲起来，除了传承以外，有哪也是阮东港做这神明帽的一个特色。因为东港的庙市济国兴，带动地方产业发展，老师傅洪金山即马也甲这项手艺传予家己囡仔。这几年才开始投入传承的洪厝亭，自细汉看老爸做生命帽，渐渐也对这项传统文化产生使命。完成的时候，客人的赞美，我觉得获得那成就感，让我的心情非常的好。每一个环节，然后每一个做出来的图案，都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构出它的图。我觉得那个当然跟市面上那些板具板模的帽子没办法相比。爸爸这个衣钵或者这个手艺。当然也是希望有个人给他接续下去，这样。随时代变迁，愈来愈多人用机器更过新人工，但手工做的都是更加有温度。洪厝亭讲，因看到老爸敬神甲做生命帽的热情，所以望甲老爸这份用心，透过伊的双手继续传承，互传统工艺更卡甲水，发扬互愈多人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农委会对去年的3月份开始，伫咱全台湾成立12间的农产加工中心哦，要来协助农产品的加工。今仔嘛宣布讲成立中区的联名，要来帮助农民开发愈较侪无同款的加工产品。对于一个农民来讲，可能一个农产品要变成可以贩售，变成加工品出来，是何等的困难。
过去的我们的法规就是一定要有合格的食品加工的这个工厂，它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为了农民，我们去创造了初级加工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出来，为了就是协助我们的农民在做一个初级加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中兴大厦农试所、苗栗农改场、有台中农改场、地核改良场等5个单位宣布，讲要来做伙成立农产加工中心的中区联名，做伙来使用设备技术要来协助中部的农民解决农产品加工的问题。农委会嘛表示未来嘛伫南部佮东部来成立加工中心。咱再来看有真侪学生团体代表今仔去立法院要求大学法应该爱修法。伊嘛提出3大诉求包括提悬校部会议的学生比例，嘛爱检讨现在的校长遴选的制度。伊嘛呼吁政府爱召开国教国事会议。多人在政大的校长遴选程序之中，总共有85位的同学可以透过行使同意权的阶段，对校长候选人投以同意或者是不同意。为自身学校遴选校长的方式为例，希望经验会当推广到其他的大专院校。有40多间会员学校的台湾学生联合会认为，校园事务敢会当有导致更加侪学生参与是真重要的代志。学生会最基础的这个财务运作，他办活动要用钱，他法规要来规范自己学生议会或学生会行政部门，还是要经过学校的这个核可。现在的学生自治就是让校方以辅导之名行干预之实，各校也相当遵守法规哦，将校务会议这个学生代表席次抓在1/10，那也就是将最低保障呢变成最高的上限了。大学联指出，离顶一摆大学法对学生自治。校务参与的检讨修正已经是12年前的代志。经过这段时间的实践，会当发现，伫校务会议、校长遴选等各层面议题上，对学生参与的保障也无够。现在在部分学校，校长任命的出席人甚至可以超过1半。那校务会议形同校长的形式民主游戏，我们诸多的教师跟学生代表只能当做他们的陪衬。现在非常多的民主国家的大学不是1/4就是1/3，在各级不同的组织。可是我们学生上一波的大学法改革已经是16年前还是1/10。这涉及将来的修法，还有一些执行的细节，我们会在尽快在择日会邀请这些有关今天所出席的学生会来邀请未来有关大学法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方向。学生呼吁提悬校务会议的学生比例，检讨校长遴选制度，也搁爱召开高教国事会议，好好检视台湾高教的欠点。搁较指出，未来将提出大学法的修正草案，教育部接受学生的诉求，也做出回应。因为涉及条文较侪，又还搁要集相关单位检讨修法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颁奖予2021年总统科学奖得奖的人，中研院数理科学组的院士陈忠谦，伊的团队开发出全球头一个分子催化剂伫一般的温度利用酸素，会当甲甲烷提炼做甲醇，会当来控制气候的暖化。我们台湾的生技产业在近几年来发展得非常的快速，那我们能有今天这样子发展，带领我们台湾迈向国际，陈院士就是一个关键的人物。It is great honor that I accept the Presidential Science Prize. I am pleased and humbled that my contributions in science and to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Taiwan have made a difference to be deserving of this recognition by the country. 总统肯定陈忠谦对台湾生技产业发展的贡献，讲伊主导的基因体医学国家型计划是咱台湾生技发展的基础。蔡总统嘛强调讲，伫后疫情的时代，未来台湾爱善用科技防疫，拍拼互生技产业为世界来做出如何侪贡献。请总统为我们颁发奖状。再来看英国最近货柜拢踢伫船顶无法度落港口，佮加上英国脱离欧盟了后，货车的司机是真欠，所以大拢真烦恼讲无法度买到亚淡的礼物。也毋过当地业者是表示免惊买无，只是会当选择项目会较少尔。看到圣诞老人，囡仔拢真欢喜，因为这表示因上期待圣诞节要到啊。每年圣诞节，囡仔上期待就是收到圣诞礼物。
英国100年的玩具店汉姆利公布今年10大热门玩具，有囡仔手顶的这个布王哈玩具车，一个甲因变关的芭比娃娃厝。不过因为疫情影响供应链扰乱，包括玩具在内商品的交货期，影响囡仔的圣诞礼物。We have seen some dramatic headlines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Things like no toys this Christmas, and people have been concerned by those. Now, let me be very clear. There will be plenty of toys this Christmas. That is not in doubt. What we might see is a reduction in the amount of choice that you may have when you go to those toy stores. 玩具店的业者讲，自3月开始，因就伫咧替第4季的库存做准备，不过伫选择上可能比过去较少一寡。专家就建议，会当量早买，较袂买无。货柜对货柜船顶头摕来放伫咧卡车顶。英国上大货柜港菲利克斯托长期以来拢有脱港的问题，这嘛阁因为英国脱欧，货车司机真欠。进前就载满着玩具加电子产品的货柜船，被迫刷去别的港口。There's a massive backlog of deliveries created by the driver shortage, Brexit, and a number of other things that's just all created a perfect storm. I think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disruption this Christmas as a result of the HGV shortage, but retailers are really adept at making sure that, they prioritise the things people want, making sure that people's Christmas favourites are available to buy. 零售业者有信心，英国政府也挂保证，讲今年圣诞礼物袂欠，叫民众放心。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这2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嘉南、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佮有马祖拢会落东北雨。过到了后，南部的山区卖落雨。下半部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